这郑老爷是当今国丈庞太师的13姨太的堂兄，正经的皇亲国戚呀，这县太爷岂敢不买账啊？当场就判定周掌柜用茶楼抵债，他的老伴儿啊连气带急，不到1个月就死了。这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楼就给了别人，你们说他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活路啊？这位老丈，他还有一儿半女吗？他还有个女儿，嫁出去多年了，家里也不甚富裕，常常还要靠娘家接济。你们还是让我死了的好，我活在你们身上还有什么年纪了？来，冷静啊，不要那么激动。不就是250两白银吗？我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拿过去把茶楼赎回。我都已经落到这个地步，你还拿我寻开心？你这是什么良心啊？你不相信我？老伯，起来。老伯，你信我，我说话呢一言九鼎。明天这个时辰你还在桥头这儿等我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把银子交给你。老丈，你就放心吧。依在下看啊，这小哥绝对不是一个轻浮之人。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的话，这么着，我愿做个证人。明日他拿不来钱，我把这200两银子给你。老伯，你看啊，这么大一片西湖没有盖盖子。明天呢，如果我们都失信于你的话，再往下跳，没有人拦着你的。是啊，周掌柜，既然2位义士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就不妨信他一次。就算他们骗了你，你也没什么损失嘛，对不对？周掌柜，这样吧，你今天跟我回去住我家里，明天再到这里来看看情况再说，好不好？啊？哎，好了，老伯，来，跟他回去吧。哎，啊，2位告辞啊。哎，走好。两位慢走，两位慢走，欢迎又常来啊！客官，里边请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客官，请。你家会不会做生意啊？啊，爷来了也不问爷吃什么酒，喝什么茶，会不会客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呀？爷，您请息怒，这些都是小的孝敬您的。你要是喜欢吃，就随便尝一点；要是不喜欢吃，不吃也没关系。孝敬，也就是免费是吗？免费我喜欢。爷，您真会说笑，知道天上的馅饼不会白掉。看您这装束，这气派，就不是一个铜板掰成2半使得主。这手里碎银随便给点小，就足够小的吃个1年半载的。哟，爷我去过那么多家酒楼啊，就见过你们这家强买强卖的，啊？爷，这饭可以乱吃，但这话可不能乱讲。什么意思呀？难道爷我说错话了吗？你们家东家叫什么呀？姓郑，郑什么呀？郑兴。郑兴啊？为什么要说郑兴呢？是心烂了、心歪了，需要补正吗？不是你说的中正的正，是电耳正。聋子呀？聋子？你说谁是聋子？咦，耳朵都放灵堂里了，还能听见声音吗？爷，您这是来吃茶的，还是来找茬的？来茶楼当然吃茶了，难道是来捏脚的？得了，一壶雨钱。一壶雨钱。哟，爷，来，您这边请。喂，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？爷来了以后也没有问爷要什么，吃不吃茶，喝不喝酒，会不会客，就给我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意思啊？爷，您请息怒，这些都是小的孝敬您的。您要是喜欢吃，就随便尝一点；要是不喜欢吃，
也没关系。啊，你们老板姓什么？姓郑，怎么不姓周？以前姓周，现在姓郑。改姓了？怎么改姓？他是不是过继给姓周的做了儿子了？客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说的是好话呀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那个姓郑的不是顶替了姓周的，做了姓周的儿子，那他怎么能顶替姓周的，把周家楼变成郑家楼呢？爷，您这是来吃茶的，还是来找茬的？我不是来吃茶的，难道来捏脚的？爷，那您点茶。于谦，再来一壶雨泉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楼上来了2个客人，有点不大地道。闹事儿的？眼下还没有，不过，爷，您慢用。小二啊，这茶是馊的。馊的？怎么会是馊的呢？这是茶汤，肯定和你平时喝的凉水不一样。你刚开始是有点苦口，等你多喝几口就习惯了。干嘛？你欺负我不懂得喝茶？怎么回事？喂，东家来了是吧？来，怎么回事？来，自己闻一闻啦。你家的茶馊了，真的都喝不了了。快，这是刚沏的茶，不可能是馊的。闻一闻呢？怎么样？哈，你们这帮黄眼狼，一开始以为我小爷没带银两，就故意要怠慢我，现在又拿这种馊茶来欺负我，真是无耻奸商啊！小子，你自己在茶汤里做了手脚，然后故意来找茬子是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大爷我奉劝你一句，趁大爷我现在还没发火，赶紧给我滚蛋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苍蝇哦！水呢？快！哎，不要这样叫了，我又不是大白菜。好了，那小子给我抓住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大哥，让他给跑了啊！哟，喝没了。来人呐，加开水。等我抓到那穷小子，我让他在滚烫的开水里洗澡，把他的皮肉全烫熟了，让他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，分得清清楚楚，方消我今日心头之恨。哎呦，老爷，这是绸庄、茶楼跟生药铺几天的进账，共计银子250两，请老爷清点。放下吧，
是。那小的告退了。这个银子今天先不能入库，明天叫人送到县衙去，让张县令多派些人手，把这些破皮瘪三全给我抓回来。快来人啊！有刺客，保护老爷！我的眼，我的眼，我的眼睛！公子，壮士请了。公子果然是言而有信，在下就不用破费了。壮士仗义疏财，那么名贵的点心都毫不吝啬地喂给别人，为在下破一点小费有什么的？哎，哪有公子大方啊！一壶上好的雨前喝都没有喝，就送人当了洗脸水啦。两位恩公，小老儿，老婆，恩公叩头啊！快快请起啊，万万使不得！来，老婆，这个你拿好，252两白银，你赶快拿回去，把茶楼赎回来。周掌柜，别哭啊，把银子收回去，把茶楼赎回来啊！别哭，记得好好做生意，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，气死那帮子丧尽天良的畜生！哎，不要，使不得！你这样啊，会折煞晚辈阳寿的。恩公，请留下姓名，小老儿天天给恩公烧香拜佛，求神灵保佑恩公一生平安，无灾无难。晚辈乃是一介书生而已，做的也不过是一件分内事，没有什么。哎，周掌柜，依在下看啊，这位公子绝对不是沽名钓誉之人，所以不要再强求了，快去赎酒楼吧。这位壮士说得对，既然恩公不想留下性命，你也不用强求了，赶紧走吧，把茶楼赎回来要紧呐。老婆啊，来，快回去吧。告辞。感谢二位恩公了。走。公子以为这周掌柜真的能把茶楼给赎回来吗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能有什么阻碍？我也不知道。公子，你我虽是萍水相逢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一见如故。客父赏脸，跟在下一起到前面的酒楼上喝2杯。说实话，我也有此意，不过这个都得我请。刚才公子已经花了250两银子了，现在该我表表心意了。好，爽快人，请。请。来，请。哈哈，还未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姓白，白玉堂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江湖上传言的锦毛鼠白玉堂白大侠。过奖了，还未请教公子你高姓大名？鄙人姓赵，单名一个字，熊。哦，原来是国姓爷，久仰久仰。别，虽然我姓赵，可是跟当今姓赵的皇帝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。我呢，萧山人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孤身一人，书剑飘零啊。哎，对了，白大侠，既然今天那么巧遇见白大侠，在下有件事情想请教白大侠。但说无妨。我可听说，这大侠兄弟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啊。我是说呀，自从皇帝封了某人为御猫之后，这吴蜀兄弟心情不好，是不是？展昭。
不说到这个人还好，提了这个人，我真的是一肚子气。他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啊？还叫御猫？我告诉你，他只要一天还有御猫这个封号，他就是我们吴蜀兄弟的仇人。哦，可我怎么听说那个展昭啊，也是逼不得已的，他无心开罪于吴蜀兄弟。完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去东京就是为了要找展昭的晦气。哦，白大侠要是去也是可以的，不过在下提醒白大侠一句，见到那展昭，把事情问个清清楚楚。或许那展昭并不像白大侠所想象的那样的。小爷哪有功夫还问他呀？先问过我手上的宝剑再说吧。一拳谋残，天理何在？王法何在？老夫冤枉！老师，哎，请问这位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二位公子有所不知，这位老丈向郑大官人借了钱，今天去还钱。不料这郑大官人一见这银子，就说这个银子是他们家失窃的，就向官府报了案。这不，官府派来官差，正拿这个周老丈回衙审判。这个该死的贼子，本小爷非要把他宰了不可。白大侠，请息怒，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要尽快的把周掌柜给救出来。那赵公子有何良策呢？良策就是需要证明那些银子不是从郑兴家里偷出来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上公堂去给他当证人？可惜这银子上没有刻字啊，没有你的名字，也没有郑兴的名字，你们都没有证据。你说是你的，郑兴是说郑兴的，最后呢，还得有那县令凭空断案。你说那县令是护着你的，还是护着那郑兴呢？那就让那狗官啊判我偷了银子，让我代替周掌柜去坐牢。哎，那也不行，一个偷盗，一个销赃，你们俩谁都跑不了。那我们总得有个办法吧？是得有个办法，我正在想。等你想出来啊，搞不好人家周掌柜已经死在监狱里了。可是纵观天下，哪个衙门没有一大群冤死鬼呢？反正不行，这件事情被我碰上，我就不能置之不理。白大侠的英雄气概，在下是十分佩服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还得想个万全之策。你一怒之下，提着刀砍了郑兴的脑袋，杀了县令，再把这周掌柜从狱里劫了出来。可是你想，这周掌柜出来之后，如何在这杭州城里过活呢？那赵公子的意思就是左也不行，右也不行，周掌柜就不救了？不，得救，得慢慢想办法。你慢慢想吧，我等不及了，告辞。
老爷的灵魂被妖怪射走了！来人呐！白大侠魔晶，是我。赵公子，正是。打扮成这样干嘛呀？这样不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振兴的灵魂已经被我这个鬼魂给摄取走喽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白玉堂平生呢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装神弄鬼吓人的人。你让我一剑去结果了那个狗官的性命，岂不是更加爽快吗？哎呀，白大侠，你拿着剑杀了振兴，杀了县令，可你想过周老板该怎么办？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！难道你要带着这周老板行走江湖，走到天涯海角吗？啊，对了，我银子是不是也是你偷的？没错，包括在振兴房子里撒的石灰也是我，其目的呢，也是阻止白大侠去杀振兴。喂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振兴啊，可是庞太师的舅子。无端被人杀了，这地方官就逃不了干系啊！既然逃不了干系，就会抓一些无辜的百姓作为替罪羊。这么一来，不就多出一堆冤死鬼了吗？对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没想到我白玉堂险些酿成大祸。只是有件事情我还是想不明白。你怎么就知道振兴那么怕鬼呢？他万一要是不怕呢？你万一要是吓不死他怎么办呢？是不可能一下子被吓死。不过呢，我在趁振兴被吓到瘫软之时，用一根极细的银针瞬间扎入他的心脏，又瞬间拔了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就连验尸官都无法察觉他身上有这么细微的伤痕，所以让人不得不相信他们是被鬼魂摄取了灵魂。这也算是对上面一个很好交代的理由。也就是说，什么都被你算到了呗？行，果然厉害，白某佩服。现在呀，振兴的事算是有了了结。不过周老板的事情，我还需要白大侠一块好好商量商量。赵公子啊，你那么聪明，还需要我吗？当然了。行，如果有用得上白玉堂的地方，你尽管知会一声。好。那我需要白大侠也变成鬼。鬼啊！判官大人饶命！饶命！判官大人饶命啊！饶命！下跪何人？饶命！杭州县县令王仁。大胆王仁！当初你投胎之时，阎王爷念你前世吃斋念佛，积德行善，故许你今世在人世间有75年阳寿，官至尚书。没想到你才当了县令，就见利忘义、贪赃枉法、巴结权贵、胡作非为，现因此震怒，阎王爷决定提前夺你的功名阳寿，让武神捉拿正兴，归阴时也是正带回。二，话要说吗？判官大人，小人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！武神将你的言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特别是你这次收受正兴的贿赂，强行将周增的茶楼断给了正兴，又无良为盗，陷害周增，致使天怒人怨，人神共愤。判官大人，小人冤枉，
小人再也不敢了。是想要武神饶了你吗？判官大人，如果饶了小人，小人一定痛改前非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再也不敢做贪赃枉法之事了。禀告大人，小人来的时候，阎王爷吩咐，这次主要是为了捉拿报官满盈的真凶，而亡人他阳寿未尽，一路未完，如果可以悔改，暂时我们可以放他一马。判官大人，开恩呐！完事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既然阎王爷有吩咐过，那好吧，武神，这次就暂且放了你一马。回去后，立即将周增无罪释放，将银子和茶楼全数归还。另外，还要把你这些年来贪污受贿的银子统统的拿出来救济贫困的百姓。听着，从今以后不准再贪赃枉法、胡作非为，不然的话，武士随时来取你的性命！小人一定铭记于心，铭记于心呐！走了，快走！白大侠，这东京你是去定了？绝无更改。找展昭的晦气，那就是找定了？更是绝无更改。赵公子可以谈起。此话不说也罢了。哎，赵公子，我们虽然说是萍水相逢，可也算是一见如故。我对你的人品和武功都钦佩不已。你真的有什么心事的话，不妨对白某直说。白某如果能够帮得上忙的话，定是要犬马之劳。好，还是展昭的事情。哎，唯独这件玉猫的事情，赵兄休得再提。白大侠为何如此决绝呢？看来赵公子是不知道那个展昭的形状了。展昭的事情，我是知道的。他被江湖封为南侠，再加上这北侠欧阳春、双侠丁氏兄弟，并称为三侠，包括这江湖上的陷空岛吴蜀兄弟，统称三侠五义。可眼下这位南侠已经背叛了江湖，投靠了朝廷，做了朝廷的鹰犬。哎，我跟白大侠说过，这只是传说，不是事实，或许中间定有隐情啊。那赵公子对此有何见解啊？我认为这展昭投奔于包拯之下，并无不妥。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包拯可是全民皆知的包青天呐。包青天是包青天，展昭是展昭，展昭的所作所为，已经为江湖英雄所不齿了。白大侠，在下认为，这行侠仗义不分大小，不分官名。这绿林好汉江湖英雄，只要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，便是可尊可敬之人。在朝为官也是一样，在朝为官，心系百姓，关心社会之平等，不为恶魔，要为和恶魔争个高低，也不为权势，不被权势所压迫。这种人能够面对高山大海般的委屈，同时也能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就像开封府的包大人，可歌可泣。这种人所仗的是大义，所行的乃是大侠。听赵公子所言，展昭所举其实是大侠所为。说的没错。展昭只要一天还是玉猫这个封号，他就跟我们陷空岛吴蜀兄弟势不两立。可在下觉得，这展昭与吴蜀兄弟并无不同，一个在朝，一个在野，你们都是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之人。
这有什么不妥呢？好，罢了罢了，这件事情不说也罢。白某就此别过。赵公子，您多保重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这。血气方刚啊！唉，爷，您的酒菜齐了，请慢用。小二，哎，我来问你，此去东京还有多远？不到100里了。嘿。哎，哇！哎，你们两个小混蛋，干嘛呢？哎，爷，我让你动手了吗？大爷，实在对不住啊，都是小的看得不紧，请大爷恕罪恕罪。我问你，哎，他们谁家孩子？大爷，他们都是陈州过来的难民，他们的爹妈早就饿死了，流浪到此乞讨为生。在这个小镇上，像他们这样流浪的孩子太多了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吃不到东西，有时候跑上来抢客人的饭菜。行了行了，也不要难为他们了，给他们几个馒头，借我账上。大爷，您真是大好人呐！我马上就去。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！你们可是遇到好人了。哎呀，对不住，都怪小店看管不严，让客官受惊了。你就是这里的店主啊？小的便是。我来问你，陈州的灾民是怎么回事？朝廷难道没有人管吗？任他们四处流浪？客官有所不知啊，这陈州啊，先是水灾，后又是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啊。朝廷倒是派了国舅爷庞玉前往陈州放粮赈灾，可那庞玉不但不放粮，反而变本加厉搜刮民财，修建豪宅，强抢民女，造孽啊！这厮如此的凶狠霸道，难道就没有人上京去告他？庞玉啊，早就料到有人要告御状，所以他一来陈州就设了个招贤馆，搜罗大批地痞流氓、江湖盗贼在其左右。其一呢，是护其身家性命；其二，是帮其封锁消息，追杀那些上告之人。可怜呐，陈州通往东京的路上，到处都是上告灾民的尸骨残骸呀。爷，马给您备好了。那位壮士已经走了。哦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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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教，深夜到访，有何见教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翻江蜀四爷，佩服佩服啊！尊驾认识在下？当然了，四爷的峨眉刺是江湖有名啊，在下是十分敬仰啊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到底是？在下沈仲元。沈仲元？莫非是江湖上人称小诸葛的沈仲元沈大侠？幸会。没事了，二哥。一只野猫，睡吧。睡。哎，我说啊，这日已过午，二位哥哥，咱们不如在前面找一个店家，咱们打个尖吃个饭。好好好，有酒喝就好。哎，三哥，咱们这次出来可是办正事，切不可贪杯误事啊！没酒喝，那还不如上老今儿呢。行，那这么着，三哥，待会儿咱们三兄弟共喝一坛。哎，丑话说在前面啊，你可不许抢我和二哥的酒喝。你要是敢喝多了，我和二哥就把你落在这儿，我们不管你了。反正现在出了县公岛，你也没处告状去。说你个废话呢，反正一坛就一坛，哈哈，有酒喝了，走嘞！客官，您的菜一齐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酒还真不错啊！啊，我给你们满上。来，来，二哥，满上，哎，满上。哎呀，哎，来，慢慢干。二哥，好酒啊！哎，三哥，慢点，别着急喝，弟弟我有话说。有什么话？有话咱们别喝。哎，三哥，你不听我的是吧？行，你不听，我有话呀，我讲给二哥听。啥意思啊？啊？啥意思啊？老四，又有什么悄悄话背着我老心说是吧？门也没有啊！二哥，给点这。几位哥哥，我们先不去东京，